张鹏鹏，你如此的不长进，你知不知道时日已经不多了？谁时日不多了？皇上，我肯定会长命百岁的，咱们俩有的是时间相处。张鹏鹏，你再这样下去是会亡国的。啊？这都哪儿跟哪儿的话呀？不用扯上亡国这么严重的事儿吧？让你写字你不会，让你蹲马步你不行，让你练好身体你也做不了，你到底会做什么？切，我会的可多了。再说了，我会的你还不一定会呢。朕倒想听听，有什么事是你会，而朕不会的？哎，你会跳舞吗？跳舞？就是你和绿篱跳的那三脚猫功夫啊！朕上次已经领教过了，没什么难的。哼，那就请君一试吧。